喺香港，每年平均約有3000幾人死於中風，目前係本港第4號致命殺手。患者年齡通常喺50歲以上，不過近年數字顯示，中風人士嘅發病年齡有下降趨勢。中風對患者、家人、照顧者嘅影響深遠，從身體到心理影響都不能忽視。亦正因為咁，中風復康非常關鍵。醫學界嘅目標係盡可能恢復患者自理能力，所以醫護團隊會根據患者嘅具體需要設計治療計劃，幫佢哋重新學習因中風而失去嘅技能，好似行動、說話、思力，仲有日常生活中嘅自理能力，好似進食、穿衣等等。而一切嘅關鍵在於2個因素：一係及早介入復康。通過及早展開積極咁進行物理治療，能夠有效咁復康，減少永久性損傷。所謂嘅康復唔單止係物理恢復，更係心理同社會適應嘅重要部分，避免患者出現社交退縮同情緒問題。二係利用針對性有效嘅訓練。近年香港引入外骨骼技術，係改善中風患者步行能力嘅一種創新方法。透過支持同增強患者嘅自然行走模式，嚟促進運動功能嘅恢復。對於中風病人嚟到講，積極同埋及時嘅復康訓練係至關重要嘅。我哋係希望能夠將佢哋可能出現嘅功能喪失減至最少，透過早期介入，能夠喺短時間裏邊將佢哋嘅活動能力加以改善，同埋改變佢哋嗰個生活嘅質素。到最終唔單止係佢哋嘅身體狀態得以改善，佢哋嗰個心理狀態同埋全人都得以復康。外骨骼技術唔單止適用於中風患者，佢仲可以幫助事故傷者同有先天性活動問題嘅兒童，提高佢哋嘅活動自由度同生活質素，為患者同家人帶嚟希望。